香港僱主必睇解僱外勞，外勞辭職正確流程，避免勞資糾紛。好多香港老闆請咗外勞之後，想解僱勞工或勞工本人提出離職，就唔知點做好。首先你要記住，一切跟翻雙方簽嘅僱傭合約做。最常見終止合約有兩個方法。方法一，提前書面通知，通常係1個月。方法二，支付代通知金。如果個外勞自己辭職，你要同意3步。第一步，收書面辭職信，唔能夠口頭告知，要求外勞書面寫離職信，註明離職信日期及最後工作日，信件要留當備份。第二步，計糧，最後工作日計清尾糧，包括離職月份薪酬、未放假期折算佣金等，俾外勞簽署確認，避免離職後產生糾紛。第三步，辦離職手續，收回公司財物如工卡、工衣等。第四步，如有提供宿舍，亦都需書面通知外勞需喺咩時間執好個人物品離開宿舍。僱主解僱外勞都分兩種 ：A 點解僱，照合約提前通知或者支付代通知金 ；B 即時解僱，唔使俾通知期同代通知金。根據僱傭條例呢，嚴重過失可即時解僱，如不服從合理嘅工作安排、無故缺席、累積3封警告信、盜竊等不當行為，建議出具書面通知俾外勞。合約完結之後有3個步驟你一定要做。第一，即刻通知入境處、勞工處填寫 ESLS13 通知入境處、勞工處。第二，安排外勞返內地，你作為僱主要負責買回程車票或者機票，確保佢喺最後逗留期限前離開香港。第三，申請替補，如想申請替補，需要喺替補信有效期內遞交申請到入境處，逾期自動失效，政府費用都冇得退。好事。處理外勞辭職或解僱程序真係比較繁複，由通知期、代通知金、計算尾糧、通知政府部門，每一樣都要跟足。如果冇信心自己搞得掂，最好揾間專業嘅人力資源公司幫手，唔好怕麻煩。